今日下晡4點，蘇花改全線通車，行政院長蘇貞昌也去主持通車典禮，感謝工程人員的付出。國防部長兼德發希望外界唔通針對烏英事故亂亂藥，另外韓國瑜也針對烏英事故也問講，國家敢是互槍殺掉。勞工退休新制度已經施行15年了，今年會有頭一批會當領新制度退休金的民眾。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正月初6 AM 新聞，我是嘉豪。經過9年時間，蘇花改在今日下晡4點全線通車了。透早行政院長蘇貞昌也去主持通車典禮，特別向工程人員說感謝，也強調民眾講需要一條安全轉出的路。通車唔是代表結束，是代表新階段要繼續打拼。不過外界也質疑講，國道5號的雪山崩坑，甲蘇花改有可能會雙邊塞車。交通部長林佳龍也表示講，一切要注意，也會加強宣導。2、1，請起動！啟動供求代表蘇花公路改善工程，也就是蘇花改全線通車。預計台北到花蓮塞車的時間會當省1點鐘。主持通車典禮，行政院長蘇貞昌特別向工程人員表達感謝。蘇花改通車了。這是經過多少人一早一錘、一挑一擔的辛苦，我們要特別感謝沿路來這麼多工作人員這麼辛苦，我們的鄉親一直需要一條安全回家的路。今天的完成不是結束，而是一個階段的完成，又一個新的階段。蘇花改在初6下晡4點正式開放全線通車，不過外界煩惱落島效應，因為國道5號雪山崩坑依然路段2線道，每點鐘通過量是1800台到2000台。蘇花改車道是改換做1線道，限速降低，預計每點鐘通過量是1500台。等於講國5接蘇花改路段每點鐘可能會累積300至500台，到時陣過年的時陣可能會變做台北花蓮行車時間都偏向是3點半鐘，上最到8點鐘。林佳龍表示會來宣導，就是非常戒慎恐懼哈，所以我們要做好宣導啊，大家能夠挑選不同的時間啊，也能夠分流，給大家更多的交通資訊，很多人就會做好自己啊，最有智慧的這個交通的行程的規劃了。林佳龍強調講會加強宣導分流，蘇貞昌是講已經請交通部好好規劃，甲民眾宣導要安怎使用新路網，佮講包括東澳甲南澳、和平至河中等等的階段，蘇花公路安全提升計劃，也就是蘇花案，去年底已經核定可行性的研究，預計要投入359億，會繼續來替花東鄉親安全轉去的路來打拼。記者綜合報道。蘇花改在今日下晡4點通車，目前有4間的客運業者加入運輸服務，唔但使用新型的巴士，而且規則24點鐘攏有車幫。在今日頭一天是攏客滿，不過後邊幾日訂票率敢若1成，火車甲哪些公路敢會受到影響呢？也要繼續來觀察。為了要讓蘇花改通車了的客運巴士有所在通予接入客，花蓮縣政府是把火車頭的北邊空地刷出來做轉運站，目前總共有收到台北、統聯、柑仔瀾各共4間客運加入來北華運輸的服務。新型的車坐起來真舒適，予台北甲花蓮有真濟旅客特別來體驗。想說來體會一下，就是搭客運的話，從這裡回去台北，那沿路風景可能也會不一樣。雖講頭一班車客滿，不過後邊幾天的訂票率卻敢若1成，一掛新買的巴士攏要800-900萬，予業者嘛真煩惱業績的部分。訂票率大概只有1到2成，那未來要大概幾成才可以達到停損？那預估的達到平損大概約要到載客率到6成左右。在咧台北南港轉運站是有民眾特別走來買票，想要坐第一班北華客運。以前我們都是會先提早去買，對。那我們想說今天，剛好有這個機會，那我們就來看看。我的訊息是前2班已經客滿，那後續當然還是陸陸續續有一些售票目前第1天的售票是還不錯，那後續的一些預售票目前大概是1-2成左右。下晡4點蘇花改正式開放了，已經出現真濟車，雖講路好，不過車流真順。入去崩坑了，是要特別注意區間的速度。蘇花改的這個公路的感覺怎麼樣？很平順。隧道裡面有一個叫區間測速，而且它不能出去的時候不能太快，不能太慢，要在60以內。
若是苏花改通车了后，敢会去影响到台铁？台铁表示，英国爆发新客量一天到3万人，啊，毋过伫咧苏花改通车进程平常时就已经降到25000人，实际影响几成，佫需要观察一阵嘛，才会当有正确的统计。还是会影响啊。那至于说影响的层面影响的程度到多少，事实上我们还是要看那个实际的我们的那个运量。若是那些公路的方面，目前热人是东丽航运经营的列轮，每礼拜一个来回航班。去年9月份开始，北丽航运引进南出轮，每礼拜3个来回航班。外界拢传讲会评估敢是要撤出航线，啊，毋过两间公司拢无正式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到健康的问题。中国武汉发生查无原因的肺炎，个新增加15例，到今已经有59例病例了。当前对本地的11例变做是7例。咱台湾的疾管署也推测讲，当前减少可能有去查到其他的感染源。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已经介入调查，需要1-2礼拜时间才发度查明真相。疾管署也讲，若准是10时以前无新增加病例，这也代表讲人喂互人的机会会变较低。中国5发现武汉市的华南海产批发市场爆发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昨暗时，中国官方公布，又会增加15例病例，累计病例有59例，当前为原本的11例变做7例。目前无发现人传人甲医护感染，已经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SARS 甲 MERS 等呼吸道病原的可能。咱国疾管署推测，当前减少，就有可能是向检出其他感染源向排毒。嘛认为，这摆肺炎群组感染，就有可能跟接触家禽动物有关系。可能这些人都受到了，就是被某一种动物的感染来源感染嘛，所以但是目前这个动物可以传给人，但是人传人并不是很明显。疾管署表示，冠状病毒的稳定期上长有14天，因为7月到14，若是有新的病例，拢有可能是休息症前就感染。若是讲14了后无新的病例出现，人传人的风险就会降低。若伫国内疫情方面，第3阶段公费流感预防针元旦已经开始注射，为了增加民众注射的方便，疾管署特别甲全联超市合作，为7日开始连续4天，伫全台78个门市设注射站，希望下公费资格民众伫旧历春节流感高峰来之前，会当有充分的保护。到现在，它已经有400多万人接种了。但是我们想说，已经过年快要到了，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民众在过年之前呢，尽快的来接种这个疫苗，让你产生足够的保护力。因为旧历春节假期将要到啊，疾管署提醒，定往来两岸的台商甲民众一定要定洗手、挂嘴安，做好防护。那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收到中国相关的疫情通报，嘛启动相关的应应措施，介入调查。不过，根据目前接卖资讯，无建议对中国实施任何旅行或者是贸易限制。记者综合报道。在日前，国军的乌鹰直升机发生事故，造成8人死亡、5人受伤。国防部长兼德发在今仔日特别去到宜兰县的消防局，甲所救人员慰勉，感谢因甲伤害降到上低。不过，运安会所有官员讲，这场事故有8成的几率不是机械故障，甲天气影响。兼德发也表示讲，外界不应该乱摇。国防部长兼德发7日特别到宜兰县消防局表达慰勉，因为国军乌鹰直升机迫降新北宜兰交界山区造成8死5伤，宜兰县搜救人员伫山区空手开路救人。严德发感谢消防员将伤害降到上低，不过对运安会有关原子乌鹰事故8成应排除机械故障、天气因素。严德发讲，外界不应该乌白摇。不外乎一个机械、一个天候、一个是人为，这3个方面都要综合去做处理，才会有结论。现在我也希望外界不要多做预测，以免有一些影响。伊强调，等各方面查证完成，会赶紧公布结果。不过传出国防部内部对运安会官员发言不满，甚至建议对运安会采取法律行动。运安会主委杨宏志讲是误传，那个都误传因为我已经亲自问过国防部没有这样的事情。目前伫台北队乌3总救治的乌鹰直升机5名生还者传出好消息，原本住伫交护病房的邱处席、中将处长黄秋平、甲新闻社记者陈应德，复原情形真好，7日早起已经转入普通病房。2位加护病房的黄中将跟陈胜士他们2个的病情不管在心理跟生理方面都非常的好。今天早上再次确认，
他们2位提早从加护病房转出。陈总表示，目前5名伤者，不管是心理也是生理复原拢真好，其中详细复原情形较好的，伫事故现场领情指挥中将朱进平，将近伫礼拜3或者是礼拜4就因出院。其他4位伤者因为有胸坎腰部骨折，需要换药复健，要住院2礼拜到1个月，才看是不是会当出院。记者综合报道。在咧选举的前5天，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伫台湾各地头用车阵拜票。蔡英文也对家己的故乡屏东出发，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也对伊的故乡万里开始。针对日前林正基讲到反背国家的言论风波，蔡英文也讲这是用错误的方式造成大家误解，也强调讲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别因为立场无同就是反背国家。甲故乡访港当作是扫街活动的起点，代表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对屏东的主张。啊，毋过前发言人林正基讲，主张统一就是叛国。蔡英文是回应讲，伊是用毋对的方式来表达，引起大家误会。伫台湾这个民主国家，袂因为立场无同，就去用当作叛国。我们不会因为有不同的政治的立场，就把它视为是叛国。那这个在民主社会是不会发生，也不应该会发生的事情。蔡英文讲，中华民国的总统责任就是保卫国家主权，还有民主自由的生活。啊，毋过对手韩国瑜批评欧英事故是国运无兴，台湾去刷掉，蔡英文是爱意会失礼。做这样的政治消费真的是失格那我觉得对这样的说法对我们已经去世的人是大不敬对伤者其实也是对我们现在还在养伤的我们这些将领或者士兵其实也是一个伤害。选前最后5天，蔡英文定赢全台大扫街，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现任副总统陈建仁分别拄北部、南部来扫街。第一站拄故乡万里出发的赖清德讲，这是真重要的时阵，伊嘛甲乡亲保证，未来副做总统蔡英文，互台湾袂阁变做国际孤儿。伫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互咱台湾袂成做国际孤儿。伫国内内政方面会继续捍卫咱台湾的主权，维护台湾的民主。赖清德讲，中国国家主席是军兵，已经真清楚的指出，九二共识敢若一个中国，呼吁民众爱做伙站出来维护主权。啊，若是说落来这几天，伊嘛希望尽量接触到每一个人，争取上大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在今日参访故宫博物院，提出故宫南院要用坐镇的方式来开发，并故宫南院的观光人数。伊也出席正月初9凯道胜利晚会的宣传记者会，呼吁选民爱集中选票。伊副手张善政也甲花莲县长徐真伟用直播的方式谈论花莲青年的交通甲青年政策。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虽然早起参观故宫博物院，提出故宫南院走进式开发的想法，提升参观人数。未来南部故宫因为在农业的环境里面，可能要照正式的开发，包括了文化，包括了教育，包括了娱乐，包括了休闲，甚至度假等等。如果用这种再造一个城镇方式的文化造镇，那故宫南院有可能会重新这个冲刺起来，让它的参观人数会越来越多，让它的业务量也会比较放大。台湾安全，人民优先。韩国瑜进行伫咧1月初9凯道胜利晚会宣传记者会，希望选民集中选票，为家己加国民党立委全力催票。我要在这里呼吁所有的选民能够把选票集中，总统票投登记第2号韩国瑜。立法委员区立委投国民党所提名的区立委，政党票投国民党9号。对民进党前发言人林正基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阵讲，伊认为支持统一是叛国行为，引起争议了随时节。韩国就是保证当选了会尊重台湾人的言论自由，也请蔡英文将对这件代志交代清楚。另外，张善政伫 FB 直播加韩国瑜，也和花莲县长徐真伟合体，谈东部的青年加交通政策。这个要有拍电影，对不对？电影、电视，对，电影、电视、影视，还有好多都
不是污染性的产业，都有很大的就业机会，而且是非常创意导向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在那个好山好水的环境，大家灵感特别多。张善政也替国民党的区域立委邀票，希望会当团结泛蓝力量，和上强的人会当下击民进党。因为朴槿惠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立委，造成泛蓝分裂。行长甲朴槿惠干政基金会共台，也被检查华人的立委选战已经选平起。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伫车国用国文部冲凉，台湾敢是反枪刷来评论乌英直升机事故，也引起正人的批评。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伫车内也批评讲，国民党推出这款的候选人实在是不适当。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6号一透早来到台南科技公司来参访，针对5号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批评乌英的事件是国文无从良、台湾中邪，宋楚瑜是火力全开批评国民党。国民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脑筋转过来，我在这边严正的跟国民党说，韩国瑜的讲这个话的严重性，他对于蒋经国先生这么样的侮辱，国民党到现在为止没有向蒋经国先生道歉，我表示愤怒。宋楚瑜话锋一转，并批评国民党还阁咧内斗，而且提名这款的人选是要安怎会当继承国民党过去公营的传统？伊认为国民党是无法度领导国家，盼望大家投票投予伊，重新找回来台湾的希望。不是国民党这些基层的人不了解，是高层还到现在还在斗到现在为止，让台湾继续向下沉沦。你认为像这样的人能够继承我们国民党过去的光荣传统吗？国民党失能，让亲民党来补位，中华民国不能输光。相信郭台铭，政党票请投3号亲民党。选战进入尾仔的阶段，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呼选动作不断，嘛帮亲民党录音来宣传，其中一段是批评国民党失灵，爱帮亲民党广告泛滥的选票。根据了解，亲民党的选情之夜，郭台铭嘛会出席，甲宋楚瑜合体来造势。记者王正훈综合报道。台湾民众党也想要拼2020年的立委，党主席郭文哲也开始对你造势。伊唔但批评哪力伫国会表现无好，也讲民众党入到立法院是为着要学习中央政府的运作，替执政来做准备。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哲车队扫街行程上北来到桃园，为了要甲民众党杀入的国会，郭文哲唔敢无拍拼，因为这关系到伊的后一步的规划，为讲话内容可以当感受得到。民众党在国会呢，它第一个作用是示范作用，另外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叫影子内阁。一旦让我们进入立法院，你知道哈，我们就开始很认真的学习中央政府的运作关系了。所以有一天我们自己执政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讲说，我们准备好了。伫车队扫街进前，郭文哲先到三重埔替党籍立委候选人李敏蔚来辅选，佮骑脚踏车甲选民有近距离。因为三重埔的选情真激烈，民进党立委候选人于天伫政见发表会上讲三重埔无建设，是因为当时的中央是国民党。郭文哲认为这不是理由。兵大的兵大，你知道吼？阿婆违信专看抓 gay 标，你知道？如果照他标准，我什么事都不要做，那这不是理由啊。另外，郭文哲有缘互同款是小党的立党批评，下晡到中选会检举，讲伊伫造势暗会时阵，敢若有讲出民调的数字违反选罢法。郭文哲是硬讲这种行为不可取。从头到尾听一遍就知道，我根本没有在讲民调，对不对？所以是这样的哈。这个分2个方面来讲，好一点就想说啊，他们就是要冲声量啦哈，也许也是这个叫什么刷存在感。那如果往坏的方面想，你就直接讲嘛，以巴党嘛，侧翼。为了要优待民众党的选情，郭文哲全力咧拼，因为伊政治路的后一步已经伫开始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新任的香港中联办主任陆惠玲针对这半年来反送中的情势，伊也讲一国两制是香港上界大优势。以后中联办、香港政府甲社会各界一定会确保宪法、基本法以及着一国两制落实，互香港繁荣稳定。
香港去年6月份发生反送中运动，到今也未结束，而且佮地区区议会选举亲中建制派输啊。北京政府真正甲原中联办主任王志明的职务提掉，该换经济背景，唔是港务事务出身的前山西省委书记陆惠玲。近半年来啊，香港的形势让人揪心，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陆惠玲捌做过山西甲青海省的省委书记，1年多进前就任山西省委书记，1礼拜前才打就任中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委。伊个一再强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国两制的论调，认为无和谐稳定的环境，就袂有安居乐业的家园，嘛希望香港赶紧恢复平静。对香港来说，一国两制啊是最大的优势，相信。在临阵特首、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一定能确保宪法、基本法在香港得到全面贯彻实施。甲英国中联办的主任无同，陆惠玲甲香港无啥物关系。香港学者评估，目前也看不出来陆惠玲处理香港事务的态度。毋过，拄册内发现会当预计中联办未来可能会调整做法。从今天早上他第一次见媒体的记者的时候，他似乎还是摆出一副比较有限、原为限的一态，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有大的空间，让这个中联办来调整他前一些在香港的眼光来看不太妥当的做法呢。证监会分析，引用陆惠玲的做法，反映出习近平想要赶紧来处理香港的事务。就算讲香港已经撤回逃犯条例，要安怎回应市民的5大诉求，甲反送中后手一寡抗争行动，对香港政府甲中联办也是一个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南投有民众初五的时阵，看到讲有人骑奥多摆，载着足大地面装贴啊，因为伤过快，拢捅出来，而且拢甲车路占掉的。警方也表示讲，贴啊拢超过40公斤，若是拢无固定，已经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规定，会去用罚钱。若阵发生意外，恐惊过食官司。徛伫慢车道后边拖一个大仓珠啊，长看超过2公尺以上，一路摇来喊去，佮将慢车道占一大半，后边的车看甲真紧张，烦恼发生意外。一定很危险，如果视线不好，然后如果后方有来车，如果撞上的话，可能双方都很危险。有民众伫南投的南公路翕到安尼画面，讲实在是伤过喊啊！附近的家具行业者看到这查甫人安尼搬分，讲实在真危险，因为装珠啊超过40公斤以上，就算一个人讲也真吃力。机车载分无任何固定，互人心惊惊。床垫这么大顶，它一定要有一个重心啊！你重心一个摩托车这么小，空间都不够了，怎么可能去顶一个床垫呢？不少人也伫网络分享翕到震撼的画面，有人载着几个箱仔，塔超过2公尺，伫车顶弄来弄去。另外，也有将仓珠啊或者是大型家具直接用机车载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88条，机车载回关道边超过肩胛头，跨道边超过8手外10公分，长度位开始边向前伸出来，向后边伸出车尾部分也免超过后轮条0.5公尺。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31条，那个5款可以处罚新台币300元的罚款。亲像安尼已经明显违规，应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处新台票300到600以下罚款，砍车牌各罚300到600。确实引起交通意外或者是别人受伤，违规驾驶也会吃官司。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这几日啊，空气污染真严重。市长罗秀燕伫初五也召开会议，要求各单位要针对污染源进行管控以外，也要求警官要协助交通的勤务。另外，高雄市除了大雾真高以外，扩散条件也无好，有9个观测站拢出现干马色的警示。空气真歹，规个天顶看起来雾茫茫。不过基层员警伫咧上下班时间，也是徛伫路指挥交通。或者尽量莫停伫咧遐空旷制造污染，也毋过互人看了真唔甘。他站在街头也算是蛮危险的一个区块啊。对，如果那个驾驶员一不小心、一不留意，也可能会撞上他们啊。
对，空气这么糟。对啊，没错啊，所以他事实上比我们更辛苦，因为他们也没办法戴口罩。台中市府初五伫环保局开空气应变指挥中心会议，市长罗秀燕要求各单位协调大型的污染源，加强节电管控、自主降载，并启动相关部会的营运机制。交通警察加强疏导交通量能，管控移动污染源。偏偏车停落伫遐空棚，造成空污更加严重。因过民众担心警察的困务会更加重。他的目的还是要疏导交通为主。那你如果说车辆没有拥塞的话，相对的车辆就不会去怠速。那不会怠速的话，相对的这个空气品质就比较好一点。伫南部的高雄，早起市区也是雾茫茫，市区水下大楼强要看无，出现低空分布的情形。西半部呢，也是处于一个背风区啦，那所以空气品质也是比较差一点，那空气品质呢，提供了一个适当的一个临结合。高雄气象站讲，大雾雾国家北方面的扩散无好，造成空气污染物累积，天顶才雾茫茫。高雄市环保局讲，这几天透东风，南高屏是伫东风中央山脉的北方面，污染物较无法度散开。3站的话是属于空气品质黄色普通，另外有9站的话是出现所谓的橘色提醒。高雄市环保局讲，虽然早起复兴7站的空气品质指标指数到153，对所有族群拢无健康。环保署讲，虽然是立冬以来空气污染影响范围上大的一天，根据空气品质监测网的显示，早起9点有39个7站测到伽马式以上的不良等级，估计就要到初7。另外一天，东北季风来才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唔知影去年的秋冬旅游补助，民众能敢惊吓到咧？秋冬旅游补助对去年9月开始施行，不过伫台北市大东区有一间191旅店，向检举讲收集民众的身份证资料，去年秋冬旅游补助甲夜市关，头年的金额恐惊有500万遐济。树林地检署经过调查，甲旅店的负责人目前是收押禁见。大楼的旁边挂一个看板，写着“大锁休困上2楼”。这是伫台北市宁夏路的191旅馆，进前互人检举涉嫌收集民众提供的身份证，搁再向台北市政府办协销作业，诈领秋冬旅游补助费甲夜市馆。厂商是在10月、11月送件，我们在审核以后发现里面文件怪怪的，业者是说他们资料有错误，要求我们要还回所有资料，我们都一印一份，移送检调，同时侦办。台北市管团局讲，秋冬到座补助1000块是律师比例分。这间旅店伫咧补助一开始了就大量申报，而且真侪证件拢是台北市民。12月更加因为量伤大比例管，被发现大房率异常，好在在钱也未拨来。检警查出旅店4度的负责人，去年9月到即嘛，甲亲戚朋友或者是夜市附近的民众，就因的身份证甲健保卡来翕，佮交互每一人先来赔400块的现金，甲200块夜市券。佮甲因讲因带日期甲房号，若拄着有人问的时阵，一定爱讲因有带。没有实际住宿，他们只是拿身份证或健保卡资料给这个被告，那被告交给他的员工去伪作登录，说他们有住宿一个房间。检方讲诈领金额的部分，一直到目前调查资料，台北1馆、2馆加同馆总共4439人，初步估计总金额超过500万。检方伫咧核实了认定4度的负责人涉嫌诈欺处财罪、甲违反商业会计法定罪嫌，嫌疑重大，并且交转强犯甲暧昧证据的疑虑，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其他被告是分别以10万块交保、限制大拘或者是请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伫澳洲这2日啊，虽然有落雨，不过森林野火也是压未落来。目前有超过800万公顷的土地，互野火烧甲光溜溜，死亡人数也变做25人。大约有5亿只的动物因为野火来死亡，而且伫南澳省外海的地处岛，有几多千只的宝贝熊、地处甲羊仔，拢互野火活活烧死。澳洲的野火影响范围扩大。
伫咧南澳省外海地处岛，差不多4400平方公里，也就是全岛1/3的面积被烧掉。四界拢是动物被烧甲臭大的尸体。地处岛因为有丰富的自然生态，是将热门的观光景点。顶头差不多5万只无尾熊，即马已经有几多千只无尾熊地处羊被烧死。有人将救出无尾熊交予野生公园的工作人员。Every day they're getting pain relief, all of these guys are. We're also treating them for severe burns on a few of them, minor burns on others. 生态学家也担心，伫咧岛上强要绝种的低水乌黄头鹰钩鸟，目前也无法度确定死亡的数量。因过真侪栖地被破坏，未来生存真困难。伫咧这个岛出事已经71岁史坦顿讲，毋捌看过这么大的火。The wind was howling. The wind was created by the. It was a strong wind all day. It was just horrific, unbelievable. 澳洲的野火到即马已经烧掉超过800万公顷的土地。索利大学生态学家讲，新南威尔斯省有将近5亿只的动物死亡，包括哺乳类动物、鸟类一个爬行类的动物。也有来自美国、英国、香港、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志工团体，为烧伤失去爸母的无尾熊、甲地处密保等动物的阿姨啊，做几多摆的育儿袋啊。虽然新南威尔斯省有连续2天落一寡小雨，不过当局警告讲，伫吹到如果恢复高温的天气，就澳洲目前经济损失是真歹估计，敢若是说一天就超过5000万美金。总理莫里森讲，政府会伫未来2年拨20亿澳币，差不多新台币417亿来重建。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美军的报复行动，伊朗讲也别反制。伊拉克的国会也决议讲，爱政府要求国外部队离境，包括美军也是爱离开。除了美国政府有讲，若是逼美军离开，就要对伊拉克出手反制。外界的反应也凸显到实验派甲逊尼派因为空袭事件有无共款的反应。就在伊朗为苏莱曼尼举行盛大丧礼，官方继续放话报复美国的同时，伊拉克国会表决通过，请政府赶走包括美军在内外国部队。不过在表决过程中，占少数的逊尼派甲库德族代表选择无去，无要为什叶派的决定背书，因为美军是由伊拉克政府邀请到当地协助打击伊斯兰国 IS 等恐怖组织，是毋是要求美军离境决定权伫伊拉克政府无伫国会。另外一方面，伊朗宣布解除提炼浓缩铀的上限，因讲是实际退出2015的核能协议。另外，美国方面，国会民主党阵营批评川普政府无国会授权，就对伊朗动武。除了川普本人伫推特顶讲讲，媒体已经大篇幅报道，因互国会议员就知影。国务卿庞贝奥是讲，未来美国打击的目标，就亲像苏莱曼尼安尼决策者，毋是实际执行攻击的小人物。We've told the Iranian regime enough. You can't get away with using proxy forces and think your homeland will be safe and secure. We're going to respond against the actual decision makers, the people who are causing this threat from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伊朗甲伊拉克的石派军将非常生气，不过中东地区的逊尼派伊斯兰国家却以点点来保持距离。甲伊斯兰当年敌对，算是逊尼派领袖的沙特阿拉伯强调美军无事先间参详，只讲各方爱站站，防止情势继续紧张。沙特阁派出高层官员分别去美英进行外交参详。王储沙尔曼亲王也敲电话予伊拉克的什叶派总理马蒂，甲库德族出身的总统萨利赫。伊拉克国内各族群派系对是毋是互美军投资也无共识，不过这外国部队已经主动暂停协助伊拉克维安的任务，集中全力维持本身伫伊拉克每一个机构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袖瓜伊多，甲本体甲伊是同一个阵营的议员帕拉，这个伫无共款的场合进行表决，拢讲家己是国会议员。委内瑞拉反对阵营也讲，帕拉的行为等于是国会政变。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初5举行议长的选举投票，马杜罗政府派出党兵甲大楼定包起来，全力阻挡反对派议员入去。双方伫入口的所在下来下去。去年1月底，家己宣布做临时总统的瓜伊多，甚至阁爬起哩炸弹顶悬，想要软过封锁入去国会。过程当中，拿色色做的外套阁互裂破去。议场内底情形同款是乱糟糟，无共意见的人互相大细声，甚至阁动脚动手。原本甲瓜伊多同款拢是反对阵营，但是即摆因为
为贪腐的丑闻甜心的议员帕拉，反倒挖过马杜罗政府迄边，讲家己总数167席内底摕到81票当选做议长。Queremos abrirle la puerta al futuro de este Parlamento. Tenemos que reencontrarlo. Como todos los hermanos, hay peleas, pero estamos obligados a buscar una solución a este Parlamento. 另外一方面，伫大门外口控制4点外钟，也是无法度入去的瓜伊多，最后转往国家部的总部举行临时停书。伫出席的100名议员支持之下，嘛举行议长的宣誓就职仪式。Y hoy no es cierto que hay una elección entre dos bandos opositores. Eso es lo que quiere vender la dictadura. No es cierto. Aquí no hay un país polarizado. Eso no es cierto. 瓜伊多讲会当入去议场的拢是马杜罗政府的支持者，啊，佮有甲伊无共意见的反对阵营议员。瓜伊多阵营支持者讲，帕拉的作为就亲像是国会政变，美国、欧盟甲几落的拉丁美洲国家，拢发言谴责这场议长选举。去年初宣布做临时总统，而且得到50外个国家承认的瓜伊多，一年的时间过去，也是无法度动摇马杜罗的政权。和反对阵营内底出现无共款的声音，就算讲马杜罗和美国强烈制裁，食食医疗用品逐项拢欠，通货膨胀率来到惊死人的2000倍，但是有军方在甲挺，伊就是袂倒。记者综合报道。克罗埃西亚的总统选举结果已经出来了，前总统米兰诺维奇用超过50%的得票率打败现任的总统基塔诺维奇。克罗埃西亚总统大选第2轮投票结果出来，左翼前总理米兰诺维奇52.7%的得票率打败保守派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基塔诺维奇。Neću dijeliti hrvatske građane po onim stvarima koje ih bole, na koje su osjetljivi i na koje imaju naprosto nisku razinu tolerancije. 51岁基塔诺维奇第一摆选举想要巩固分裂的右翼工业派选票，得票率是47.3%。伊5年前得到总统大会，也是克罗埃西亚1990年过实施多党民主选举以来第一位女总统。2年前世界卡球决赛，克罗埃西亚输给法国，当时基塔诺维奇伫场边篮球员受到注目。I u ovom trenutku završavajući ovaj govor.Želim još jednom Zoranu Milanoviću poželjeti svaki uspjeh, jer to je za interes moje, njegove, sve naše djece. To je u interesu Republike Hrvatske i našeg napretka. 米兰诺维奇要将克罗埃西亚塑造成一个宽容国家，告别1990年代为南斯拉夫脱离的独立战争顶过去，伊刷起要面临人口外流贪腐这问题，佮要伫真挖靠旅游业的情形下，是要想其他办法为国家拼经济。另外，2013年加入欧盟的克罗埃西亚今年担任为期6个月欧盟轮值主席国，要面对是英国脱欧巴尔干半岛西部国家争取加入欧盟，气候变迁甲欧盟未来10年预算结果等议题。53岁米兰诺维奇捌领导克罗埃西亚社会民主党，伫2011到2016年之间做总理，引来被批评傲慢。这摆竞选时，甲选民讲家己已经为经验中得到学习甲成长。记者综合报道。常常人咧讲金球奖是会带头的，因为若是得到金球奖，就真有可能得到奥斯卡的金像奖。在今仔日透早时间已经顺利结束了。这回上届影片的，就是得到3个奖，也就是一部影片，或者英国有一个哈利坞。第77届金球奖颁奖典礼伫美国洛杉矶当地时间初5举办。今年伫电影《小跳》当中完美诠释改编自 DC 红仔话同名角色瓦昆菲尼克斯，得到剧情类最佳男主角，剧情类最佳女主角是颁予呼声真悬的瑞尼·齐威格。齐威格演活好莱坞传奇女星朱蒂·加兰，行出事业低调，3摆封后，演技真受到肯定。发表得奖感言的时阵，伊除了感谢参加电影主题演出甲制作人员，也甲其他真侪得奖者同款，心情真震动，提起正伫对抗火烧山的澳洲民众。It breaks my heart to watch it happening, and it's just so overwhelming, and people putting their lives on the line every day to try and keep it at bay, and it just keeps growing. It seems insurmountable, doesn't it?这一届上赢面的是美国导演昆汀·塔伦提诺执导甲编剧的，以前有一个好莱坞，得到音乐或者是戏剧类最佳影片、电影甲最佳剧本奖。布莱德·比特借着这部重现1960年代美国电影摕到最佳男配角。I wouldn't be here without you, man. I thank you.
挑战一件到底电影1917得到剧情类最佳影片甲最佳导演2个奖项。另外，去年已经伫坎城影展得到金棕榈奖的韩国电影《寄生上流》，这摆也得到最佳外语片，创下韩国影史第一例。演出《疯狂亚洲富豪》的华裔美籍演员奥卡菲娜，也以电影《别告诉他》加做第一位，得到音乐或者是戏剧类电影最佳女主角的阿加女性。另外，电影甲电视类的终身成就奖得奖者分别是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斯以及有名的主持人艾伦·狄珍妮。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继续来关心着咱台湾劳工的权益。劳工退休金的新制度已经办15档了，在今年7月会有头一批符合新制度资格退休劳工。若准一摆总共领完，平均大个人来当领到60万，但是领过啊，平均有2000多块。不过有民间团体实际去算，若是领过啊，大概是1600块左右。另外，劳退新制甲劳保年金是完全无同款的两项制度，要安怎变领，民众都会当详细规划。伫台北市南区百大卖点心的李先生58岁，过2年就能退休。严过伊讲，伊10年前伫中国做生意失败，返来台湾了，工作真歹做，也无想要退休，先找一个头路过日子。退休的话就没有办法去那么早去想到要退休，就变成说我能赚多少是多少。那伫台湾工作年资满15年、60岁以上的劳退新制劳工，今年7月就能向劳保局申领退休金。全会总金额加投资收益若算在内，差不多388亿7000多万。第一批顺新制符合资格的劳工，共是有6万多人。若是一边清领，平均每一人60万；若按月领，平均2084。劳务士协会以最近3个月提领平均工资38574块来计算，估计大部分人的月领金额无到2000。他的本金加投资效益的话，加起来大概40几万而已啊，换算下来每个月只有大概不到2000块，而且还加上以后的钱大概还会通货膨胀，还不如先把它领下来，然后看自己的规划。咱国的劳工退休金制度分做2部分，对劳退新制劳工来讲，未来有劳保年金加劳退专户2条钱会当领，若是拢按月领，劳保年金是活偌久领偌久。但是头家每个月拨6%的退休金专户是以平均有命利率等因素来发，所以劳务士协会认为专户内面的钱按月领较算袂好。你会想要一次领还是分月？应该分月吧，免得一下花掉了。要怎领，每一人想法无同。不过劳务士协会提醒，2种退休金领的方式会当分开，无一定爱绑做伙，民众会当选对家己较有利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各地的客运受到台铁甲高铁影响，是直直了钱，票价也真久无调整了。客运业者只会向交通部提出，爱亲像公路客运同款的补贴，由政府编预算补贴客运的票价。交通部也表示讲，会检讨客运成本，用补贴的方式来减少业者的负担。另外，交通部也当地研究讲，较侪人坐路线，会当用联合经营的方式，和客运业者做伙来摆办。受到高铁代替冲击，加上各道客运票价近1年无起，了解真严重。有客运业者希望检讨即卖票价，向交通部争取比较公路客运补贴。在我印象里面，国道客运的运价应该已经有1到10年都没有调了吧？油价、场站租金，还有公车是用6期环保车，这整个成本都提高很多。公路客运票价去年要起17%，交通部去年第4季以补贴方式取代起价。业者指出，各道客运要塞并免落单，希望政府编的预算补贴票价达到双赢局面。由政府编列预算。对于它调涨的票价部分，由政府来吸收，可以兼顾成本来经营。那旅客呢，又也可以不用涨票价。对外团客运要起17%，交通部澄清，各道客运票价无要起，不过会检讨客运营运成本加计算方式，具体补贴比例要经过专家精算核定，还未定限。补贴票价来取代涨价，所以网络上在传言的国道客运要涨价，这不是事。那另外，我们各个业者有达成协议，会来推动联合营运。
除了检讨票价，交通部也计划推动各道客运联合营运，旅客只要摕一张票到站，互无共款客运联合排班，整合资源。我们资源不要浪费，我们联合排班以后，我们资源就不会恶性竞争。如果能够先做联营的机制，透过台中的转运站，把所有路线去整合起来，去做联合排班调度的话呢，就可以有效减少我们国道客运的营运成本。对联合营运规划，业者甲学者拢真支持，认为用整合资源降低成本。学者佫建议先透过台中转运站试办联营，以减少财政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为着要提供国家选手有各种的环境来做训练，设立伫台中大学附属的体育高中成立东部训练基地，加做国家运动选手甲符合3级运动训练山地训练场所，连摕到2020年奥运资格的游水选手王成浩也会来遮训练。东部国家运动训练基地设立正式伫咧台东大学附属体育中学成立，教育部小联赛补助1亿，改善体中各项运动场馆、甲国际级电竞场等等的硬体设施，唔但提供予国手异地训练的场地，而且佫会当提供予国外甲东部地区3级运动选手，当作是比赛甲训练的优良场地。在设在这个地方之后，那么不管你念哪一个高中、哪一个国中、国小。每一个礼拜就有一个固定时间，可以到台东体中来共同的训练。国训中心东部基地正式成立了后，第一个入来训练的是2020东京奥运游泳培训队。今年好好的来备战奥运，因为目前我们已经有2位选手取得正式的奥运资格。游泳国手王成浩去年伫咧香港游泳公开赛200公尺混合式摕到金牌，而且用1分59秒44的成绩得到国内第一个奥运 A 票的资格。这届嘛随队刷来台东训练，目前离东京奥运剩7个月。王成浩希望通过更较侪测试的比赛，替台湾伫咧奥运的时阵来争取公赢。就是可以游进决赛这样子，就是可以缔造台湾没有人打过的纪录这样子。国训中心表示，除了游泳队，未来会继续安排各项奥运国手异地来台东训练，增加选手适应各种无同环境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明仔载过来就甲你传便便的保利达，伫2012年的时阵，互查到因的饮料罐，伊的材质有 PVC 的成分。若做是本数提去烧，会产生戴奥辛，也因为安尼，互环保署甲因扣2倍的轻度处理费，爱纳3亿831万。保利达也提起行政诉讼，双方败诉。经过要实现，伫透早大法官也召开说明会，互双方甲学者表达因的意见。保利达的饮料罐内底塑胶材质已经对 PVC 换做 PE， 因为伫咧2012年的塑化剂风波，保利达去用查出2008年11月份到2012年10月份，差不多是4年的时间，饮料罐的材质拢是使用 PVC， 毋过 PVC 烧了会产生戴奥辛的毒，所以去互环保署加重扣2倍资源回收轻度处理费，爱纳3亿831万。是我们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不是说我们要短脚。是不知道。保利达主张当初是因唔知影工厂生产的罐有 PVC， 所以采取法律救济。毋过行政诉讼一路败诉，所以佮向大法官申请释宪。初6早起大法官举办说明会，争议点包括使用 PVC 加重2倍费率的规定是拄倒位来的。当初是怎样算出这个标准？费率敢是环保署讲的就准算？保利达嘛指出，伊个罐较细，有 PVC 的量明明就比酒柜的罐头罐佮较少，毋过去用扣的费用煞较济，敢若因为下骹的玻璃罐仔较大，无符合比例。PVC 微量，但是你变成要整个都再搅一次，这样就有点不公平。然后搅得比酱瓜还好。对，讲比酱瓜还多。我们是希望是从制造容器的制造商那边去刻，再转到我们这边来，那这样就大家都不会产生不公平。不太需要提示线，因为法律没有问题啊，他今天只是针对这个费率有问题嘛。那费率有问题，他应该透过行政的管道去跟环保署再去讨论。或者甲环保团体嘛认为 ，PVC 对环境有危害，嘛是一级会致癌的物质。环保署加重扣轻度费，才会当予业者愿意淘汰无符合国际潮流的塑胶材质。啊，若是费率，敢是要定紧绷的限制，各方嘛有无共的看法。记者综合报道。初6下晡，嘉义县发生规模4.7个地震，深度仅7.7公里。根据统计，对新历过年到今，已经有超过4天拢出现有感觉的地震，甚至伫立月潭有民众看到讲大运死几路，鱼仔规阵扑头的情形。不过气象局也表示讲，这甲地震无关系。
台湾雕大面向水面球，也有真济豆粉啊，是伫个地面。这是当地自然生态观察家总部馆为跨年暝连续看到的奇怪现象，也互伊真烦恼，是毋是甲地动有关系？伊也是伫水底咧扫的，伊会走去面顶就是有原因，较少伊嘛共款啦。伊讲过去动物有关奇怪现象，拢会加做地动前调观测指标。到初六下晡，家己发生规模4.7地动，深度7.7公里的浅层地动，加上跨年暝了后，连续几啊天出现有感地动，互居民烦恼是毋是惊醒？我们初步判断应该是比较没有关系，因为最近的天候变化可能会造成一些动物的行为的一个异常，那可能不会直接关系到跟地震有关。气象局表示，南投这奇怪现象甲地动无关系，大家唔通伤过烦恼。后续会密切观察是毋是有疑点。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较早时代，交通无利便，出入若是无汽车通好坐，有5分仔车也是罔坐啦。伫屏东县中治乡的德和社区，就请艺术家带社区的士歌斗阵来捏5分仔车，加真济猪仔囝，互在地士热也做甲真欢喜，亲像回去因囡仔时代。囡仔人伫教室做软来软去，感觉真新鲜。这是屏东县中治乡德和社区的5分仔车，后边2只车厢载一堆甘蔗。虽然这是用纸浆和土捏出来的，袂当伫路里行，不过在地时代看到吧，真欢喜，都亲像是倒转去做囡仔的时代。另外5分车交通实在很方便，更加回想起来也是觉得回忆当时也是很快乐的啦。更加要坐这种车是没办法了啦。想到我们以前当小孩的时候，坐5分车实在很快乐。创作这台5分仔车的艺术家黄必成讲，这件作品为筋骨架画图章，搁等甲伊搭才通出色。今后总共用9个月才完成。车厢边高水的猪仔囝是艺术家带社区的时代斗阵捏出来的，用来怀念因过做事人饲猪补贴处理的情形。这个作品叫做全台湾唯一用纸浆泥塑所塑造起来的火车。那这个火车呢，可以让人进去车厢里面，包含司机座到2节车厢，可以去跟他做一个互动。较早时代交通无利便，出入无汽车通坐，敢若5分仔车上方便。这是台湾农村特有的产业铁纪录，载甘蔗、载糖、嘛兼载人。即马这台5分仔车载的是德和社区的历史基地。囡仔时阵落甘蔗，迄种甜不不的滋味，永远拢会记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湾有一个团体号做台湾心义工团，因是伫咧共完成会当安居惹风撇雨的厝的人，毋但无共摕钱，甚至建材拢是家己摕钱出来起。因上界愿望的就是帮助别人，伫咧做代志的过程当中，找到做善事的快乐。有一群人，因的梦想就是替人起一间会当遮风撇雨的厝。因拢是各行各业的高人，也拢发心来做志工。无家弱势家庭收较半仙，因就是台湾心义工团。义工内面有的人是自细艰苦大汉，特别有疼惜弱势心。因也利用休困的时间来做义工，只要有需要因的所在，就因替人完成美梦的形影。我们这样，其实我们台湾心我们不会去选说，台北、台中、花莲或者是高雄哪里，我们只要有需要的地方，我们就会出现。只要弱势有需要我们帮他，就是说盖那个所谓的机能屋的时候，我们也就会出现。人讲好心好行，有通春有通用，已经成立3年外的台湾心义工团。伫咧各地头，若是需要因帮助的所在，拢会当看到因的身影。不管是互风台吞大过台东人士，或者是偏向教育的校园建设，只要会当行脚到的所在，拢愿意去尽一分的心力。甚至有的人是连工带料，除了家己去做义工，也家己开钱买材料。无要紧啊，迄落影响趁食，迄落钱有够用就好啊。咱会当帮助一寡艰苦人，迄个是真正的咱需要做的任务啊，系啊。你感觉你得到啥物？阮得到快乐啊。一人担一担，也会贴成山。就算是汗流3滴，也看到完成的厝，欢喜的眼神。这款无价快乐，是因精神的neu草，也得到众人的懊恼甲尊敬。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
北部地区对16度到25度。中部地区对16度到25度。南部地区对18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7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5度到24度。还有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也传你来到沙坡看人伫咧游历比赛，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仔同一时间咱再会。